YouTube， 我今日咧就會介紹我副唔知咩 Tab 啦。好啦，咁而家俾大家睇先，因為我今日咧就叫人幫我砌咗呢副 Tab。呢兩張好似係唔係啊？睇翻先，呢張唔係低 cost。睇下先，呢張 X 啊，呢張不過廢嘅張。呢兩張都係。又話特區政府十分重視體育事業發展，目標係提升體育設施，包括啟德體育園區。未來會向國家運動員學習。訪港嘅運動員聽日會分開示範乒乓球、羽毛球，同埋到維園示範跳水，又會同青少年制服團體見面，亦都會到醫館舉行會見。醫館。政府計劃檢討體育政策，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郭啟國認為，可以研究減少精英項目，集中資源提高個別項目嘅成績。本港運動員喺未來奧運未能夠攞到獎牌，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郭啟國喺本台節目講清講楚話，要進一步提升運動員嘅表現，需要增加資源。如果呢副應該唔知咩啊？呢副應該紙牌嘅。呢張啦，跟住呢張啦，仲有呢張啦，仲有呢張啦，仲有呢張啦，呢張人偶型嘅，不過都係廢嘅啫。即係嗰張唔係真。我有兩副低 cost 嘅，我有兩副，我要買一副低 cost，然之後另外一副低 cost 我自己係有一副低 cost，睇下邊副低 cost 買，邊副低 cost 廢我就買邊副啦。我都係買我之前講咗嗰副低 cost 啦。好啦，今日咧就介紹呢支但唔知咩 cost， 仲有我要再攞翻啲唔知咩 cost， 所以等我而家攞翻副低 cost 牌先啦。好啦，我啱啱揾到一副低 cost， 諗住呢一副都攞去買啦，因為我好少用低 cost 嘅。都係攞去買呢副低 cost， 不過都100蚊到啦。我今日咧就主要想介紹我嘅 BS， 因為諗住呢副低 cost 都放埋啦。不過有好多嘅回憶，所以我都係諗住自己攞嚟戰鬥啊！呢副自己攞嚟戰鬥啦，所以我都係諗住攞去買俾人嘅。仲有我俾大家睇下3張 book， 一張 X 啦。仲唔可以大家睇埋呢張星座卡？我今日係咁多先啦，係咁先啦，拜拜。